屬靈分享，看見永恆，馬志明傳道夫婦。活在人工智能 AI 當道的新世代，眼見似乎也未為真。風不需要靠實體的形象說明自己，風確實是無處不在。神的真理與全能都是一樣。現分享一篇近日太太所寫名為《看見永恆》的撰文，作者馬卓翠瑩。之後接着是我的相關呼應。從來沒有人見過神，只有父神透過耶穌的見證、說話、神蹟奇事向門徒及後世顯明。參考約翰福音1章18節，約翰一書4章12節。古有話，耳聽三分假，可是活在人工智能 AI 當道的新世代，眼見似乎也未為真。風不需要靠實體的形象說明自己的存在。當我們見到樹葉、灰塵、羽毛、髮絲飄揚搖曳時候，就知道風確實是無處不在。神的真理與全能都是一樣。參考約翰福音3章8節，羅馬書1章20節。唯有當我們謙卑自己，承認生理心理上皆有不足缺失的地方，相信並邀請他的愛填補內心那一片迷失的拼圖，神就命那一塊蒙上脂油的帕子挪開，教我們光滑的惡念轉為柔順的衛絲，撥開敵擋主的隔閡，發現原來埋在北風巨浪禍患艱難的背後，一直是有神的恩典和保守粉飾的彩虹。其實人的名字早已在天國的生命冊上藏有虛線的輪廓，但神卻給世人有選擇信仰的自由。這條虛線到底成形或消失，則全取決於接受耶穌與否的意願。最弄瞎掉人的心眼，無視神的權能和地位，認為人定勝天以神自居，該傲就瓦解了我們和上帝的關係。曾聽過一首舊歌《浪子心聲》這樣道：空得意目光如麻，誰料金屋變敗瓦。君可見漫天落霞，名利息間似霧化。所謂剎那光輝不是永恆，野地的花草尚且經不住踐踏的蹂躪，今生的流芳百世又豈可換來他生千古？在這個變幻才是永恆的世代，面對無定的萬事無常的迷茫，神賜人永生的應許和盼望就更顯得，與其為瞬間霧化的錢財、名譽和榮美奔波勞碌，不妨試試把俗世目光移離今生，轉向上帝，尋求他的真理和慈愛。因為聖經約翰福音15章4至5節告訴我們要常常親近神，神就必親近我們。若常在他裡面，他就常在我裡面，如此便能多結果子。因為離了神就不能做什麼了，就算有時因不慎而失腳，也不至全身輔倒，因為神用手攙扶我。詩篇37章24節。憑住這份不變的應許，我們就可以無後顧的將生命交給他掌管。這必定是每個人終其一生最穩妥最實在的投資。接下是我的一些回應分享，內容如下：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眾人更可憐。哥林多前書15章19節。剛過去復活節，其意義無論是先死後生，或出死入生，總不像食飯睡覺，或日出而作，日入儀式般平凡，都不是我們一般個人可重複發生的常態體驗。但神素我們知道生命的始與終，來自永恆，進到永恆。但其實沒多少人真正關心永恆，那麼沒關心，就等於沒有永恆。永恆就不會發生。一般人都公認過去影響現在，或現在影響未來的關聯，而我更相信未來與永恆有很大的關聯。當認識神掌管未來，很大幫助我們認識神的永恆。今天我們渺小而有限的處境，相對於神偉大而無限的計劃和安排，並他的預知和預定，人還可以怎樣？當人一刻經歷神垂聽禱告，或稱之為主觀的印證，便讓我們有限的人，藉禱告就可在我們的時空中經歷我們無限的神。從認識神掌管未來，感受到神的永恆。早前一次看到某人接近死亡的體驗，眼前遇見一件嚇人的交通意外。當日在家大廈門前發生嚴重交通意外，幾下巨響後，路上眼前躺着下肢解離，
不停淌血的遇難者在慘痛呻吟，似像電影《雷霆救兵》第一幕的受傷情況，心裏看定無法救治，必死無疑。很短促時間裏，我懼怕恐慌，目送死亡，等待例行的救援來，但心裏想，真正能救人活人的是神。面對這位即要離世快死的人，心裏不安，不如將恐懼化為期待，懇求神施拯救，救活這人的命。後來當晚我從新聞報道得知，神聽禱告，這人性命救回，神將這人從快逝去現世的生命和時空拉回來。我並非是個渴望接觸死亡體驗的人，但死亡也會與你擦身而過，也想不到能在主觀中能經歷改變或扭轉死亡。我只想分享最近一次怎樣從恐懼中祈求的經歷。我置身現場的體驗，比傳媒報道的形容血肉模糊、支離破碎或打上格仔的照片所呈現更慘酷多，卻像從現世的睡夢中扎醒一下，入心去觸及永恆。禱告是否改變未來歷史、改造時空和現實，還是只限主觀感受？還請明智學識之士去認定和評論。禱告卻唯一令我們與永恆的主相連，踏上永恆的列車，行在永恆的道路上。